限时换新价为14.99万元。顶配的14.99万，纯电四驱有544匹马力，就是400千瓦嘛。100公里加速呢3.7秒，激光雷达跟 8295P 的高算力的芯片都是标配啊。就是当时候在4月份的时候，我们关老师跟阿正他们就已经去到西安去提前体验了它这个爆胎稳定了。那现在呢就正式公布，上在这个007加上面，它有一个爆胎稳定，而且是标配哦。加在哪里呢？我们具体来听一听他怎么说啊。一共有咱4个加：时尚加、智能加、性能加，还有咱的一个品质加，给到您的。在我心目中，你永远都是跟广州塔一样的小蛮腰。是我的粉丝吗？在这里好假。因为我一直都比较喜欢运动轿跑，它这个价格，然后这个舒适配置啊什么的，然后包括它底盘已经挺好的了。采訪一下你，哪一點是最喜歡的？就說一點就行了。顏色吧，這個藍色我最喜歡。就唔可以俾大家覺得我係一個鹹濕佬，就只係採訪女仔。咁我都要採訪下男仔。007加，咁啊佢加咗咁多嘢啦，你係覺得邊度係最威嘅呢？最威我覺得400千瓦喎，唔係400匹喎，計翻落嚟應該係540幾喎。544。有咁嘅性能，喂，我哋後生仲快過波子喎。係喎，喂，我哋後生嘅時候呢啲咁嘅馬力係咪即係要？我哋後生嘅時候開咩？開飛度啊！即係要過百萬先可以買到500匹馬力嘅。喂，而家15萬，你會發覺咧，無論係007又好啦，或者008又好，佢哋嘅車其實成個底盤調校都係偏歐系紮實咁嘅。我啊覺得咧，如果呢個加嘅基礎上面咧，佢肯定可以縮翻短啲，跑彎嘅話就肯定係快不少啦。其實續佢咧，我覺得問題都唔大啦，只係我覺得佢加咗咧，其實我覺得佢要更加跑啲，即係更加再型仔啲。喂，我比普通007俾多咁多錢，我有咁多馬力之餘咧，咁外觀你要俾多少少情緒價值我，即係譬如講，好似呢啲位，佢如果多少少爆出嚟，爆龜係嘛？係啦，冇錯啦，有少少寬體嘅感覺，再加埋呢啲新嘅顏色又好啊，或者新嘅呢啲 tiling 又好啊，成個情緒即刻就出嚟啦。咁就大佬，咁就唔係14.99萬啦，大佬，咁就起碼18.99。咁你重新開模啊，要成條流水線整條模出嚟，貴幾挑多啊？型仔好多啊嘛，好賣好多添仲。咁加埋其實我係比較相信即係東風系嘅呢個底盤調校咧，國家隊其實佢係有底運嘅，即係有底氣嘅。所以你無論覺得007又好008又好，即使 SUV 佢都可以做得好好開嘅。所以呢架車好開，我覺得一定係冇乜問題嘅。咁至於另外一個點就係呢架車好唔好玩咧？即係除咗加速，除咗去劈去駕駛嘅之餘，咁佢有冇一啲改裝嘅樂趣咧？呢個係咁就等我哋買咗之後先知道啦。好多謝睇到呢度嘅朋友，如果中意阿宏嘅話，記得點點關注，下期更精彩。是這樣啦，具體的就等阿宏的長測試駕。